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1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公布副手的人选，正常就是国策顾问团的总召集人张善政。中国国民来台湾自由行佚佗人数减5成，不过日本、韩国来台湾的旅客增加袂少。今仔日是欧洲的和平日，香港有市民发起罢工、罢课和罢市，结果警察刷起催泪弹，还有牙枪出来开。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世界12强的野球赛复赛。咱台湾的代表队早起11点接墨西哥，咱是派极正手的投手江小庆拍头阵。虽然头尾咱有讲3支安打，不过却拢无摕到分数，将基本以0-2无奈来败阵。先发的投手江小庆隔5局外，互对方喊3支安打，其中佫1支是轰乱。不过嘛，三星对手拢总8败。接伫咧中场出阵的投手陈冠宇、王耀林分数拢无落到，一个人佫三星对方2败。虽然台湾和墨西哥迄边同款，安打平有3支，不过却拢无扣做伙。落尾咱是以0-2吞到败战的结果。刷落去是晚暗6点，台湾要见南韩。公视13台嘛会现场转播，邀请观众朋友，咱同齐来替台湾加油。今日透早黎明时，香港的群众行上街头，占路挡车，是有警察无讲无答，就举枪出来开。现场的媒体表示讲，上届无有劈3枪，佮甲一个民众弹甲倒伫咧涂骹。今日是11月10日，嘛是欧洲的和平纪念日。香港各有市民发起罢工、罢课、甲罢市的运动，结果嘛有镇暴的警察结催泪弹出来要赶人，一世界是乱喷喷。交通警啊！佢掹槍啊！佢掹槍！喂！啱啱去開槍啊！無提武器穿烏衫的示威者，和交通警察無警開槍射着，2個人倒伫塗骹了，其中1個人明顯的着槍支流血，伊被警方壓伫咧塗骹，雙手被反扣伫咧骹只片啊！而家隻地下成有啲血喺地下㗎，咁佢唔知係咪已經係暈咗啊？11月10日是歐洲紀念第1次世界大戰的和平紀念日。香港伫即天宣布平靜，市民分別號召黎明行動加紀念日300，早起7點開始蹲勞動，和幾條區的交通攏無法度震動。伫咧西灣河的交通警察7點20左右開槍，有婦人看到了大聲喊這個警察，所互警察摔伫咧塗骹。伫現場目擊嘅直播媒體也一面講一面哭。然後真係開咗3發以上嘅實彈槍啊！受傷人送病了，現場有封鎖線，民眾正受氣的氣氛是愈來愈懸。防暴警察伫咧8月上半日射催淚彈趕人，街路攏是煙。港鐵包括西灣河頂幾條所在攏暫停服務。以大眾服務受到影響為理由，中大、港大、浸會大學等幾多間學校宣布停課。伫咧差不多早起11點時陣，示威者佫聚集伫咧開正嘅案發現場小門遐，佫再甲路動斷起來，甲警方互相對峙。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國民黨總統嘅參選人韓國瑜早起召開記者會，公布副手嘅人選，正正就是以國策顧問團嘅總召集人張善政。韓國瑜嘛強調講，雖然外界一直咧猜測副手到底是啥人，總是伊嘅心肝內第一優先嘅人選一直攏是張善政，絕對唔是無牛塞馬才來養伊。國政領航，台灣起飛。大聲看到國政配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在時正式宣布，伊副手人選就是國政顧問團的總召張善政。兩個人的價值觀，我們倆的生命觀，甚至我們看人生，我們的心境，都是希望呈現給人民，由台灣人民來做決定。陪着我們的韓總統帶領國家回到善良政治的本質，這第一點。第二點原因，下架蔡英文。
韩国如讲，张善政的产官学经验真丰富，佮对科技真了解，有利国家事务的推动。对伊来讲，伊的副手爱互人民会当有钱，爱甲伊的行政院长密切来配合推动经济，袂甲过去的副手形象共款。本来坚持要做副手的张善政嘛，讲是因为这个原因，伊个想要替韩国瑜规划的国政会当实行甲更较好，较愿意来接副手。副总统人选的过程之中，其实张善政院长一直都是首选。这个我要特别来报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组合，总统跟副总统的组合，不是光选票上的考量，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将来为国家做事情分工上的考量。外界一直咧议伊到底副手的人选是虾米人，不过韩国瑜讲，伊心中一直敬的拢是张善政，但确实开了真侪时间讨论，才得到对方的答应。未来两个人的组合，希望互民众另外一个选择。对着伊竞争对手的副手人选，伊只是讲等个对方若宣布，伊才来评论。记者王刘婷、陈天坤个人报道。有影啦，总统大选当时已经时到一到。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到底动向安怎变化？外界嘛拢真关心。郭先生的发言人蔡信如是讲，过去伊伫咧拼总统的时，亲民党迄边捌讲，有影若伊要选，的确会支持。总是现主时，亲民党和郭台铭两边是积极伫咧打合立法委员选举的布局。啊，双方面嘛拢讲，积极就是重伫咧跳出哪力，爱甲适当的力量汇集做伙。包括区域还有不分区立委，其实都是一个双方是不是有合作的一个指标。拍破郭宋培团言，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蔡正武伫早起接受访问时阵讲，双方的合作目标是放伫咧国会，因过目前只敢若是幕僚的接触阶段。伊也讲，当初郭台铭拍算要选总统时阵，亲民党就愿意支持，因过并无要让出门票。他一定要把这张门票给谁？那他也没有主动跟我们说要把门票给我们，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国庆日当天哦，其实郭跟宋之间的互动几乎是趋近于零。我们不排除，不管是在国会的合作，或者是区域立委的合作。如果不喜欢亲民党的，麻烦你也投给民众党没有关系。伫郭台铭甲宋楚瑜愈行愈远，是毋是代表压缩到甲郭文铁民众党的合作？蔡正武甲张世文拢否认，讲这边大选就是要跳过哪啲另自小党的力量，拢会继续甲民众党合作。就宋楚瑜在这边选总统的可能性愈来愈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参选的愿望可能会火花起。我对国家对人民这个服务的一个这个心意呢是从头到尾都不变，一定坚持到底。那未来发展怎么样，就顺其自然。对于过双合作，王金平是尊重加祝福，因过也讲家己一定会坚持到底。就宋楚瑜是毋是会摕到门票搁选总统，除了哪里伫咧关心，也牵动第三势力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愈来愈烧热。蔡英文总统早起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一来伊感谢美国国会各党各派拢支持台湾踏出脚步，行入国际；二来伊也提起讲，美国伫咧国防战略、甲经济贸易双方面，拢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谈判。啊，台湾嘛徛伫咧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线，会继续和美国各有理念相像遐个国家，尽量加强合作。伫10月底，美国参众两院拢通过台北法案。总统蔡英文伫10月接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时阵，特别感谢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活动，也佫讲台湾会甲美国一个理念共款的国家加强合作，捍卫民主价值。台湾站在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继续跟美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来捍卫民主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并且善用台湾的优势跟强项，彰显我们作为世界良善力量的角色。蔡总统讲，自7月到即嘛，台美之间有真侪突破性的创举，包括第一遍台美太平洋对话，双方伙伴关系一直加深。科学交流方面，蔡英文也强调，美国是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加经贸伙伴，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之下，台美合作办了真侪场的国际工作坊，台湾慢慢得到更加侪国家的认同。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跟经贸的伙伴。今年我们更邀请到日本跟瑞典参与合办其中的几场活动，显示台湾对于区域发展的付出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一起来增进印太地区共好共荣的关系。台美合作继续升温，也牵动美中台三方面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主任蓝英伫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是把台湾看作印太安全的中心。北京对台湾的霸凌，即造成台海紧张情势愈来愈严重，袂说服美国背离甲台湾继续侵坏关系。美国也会继续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让台湾有信心甲北京进行建设性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早起第日立法院有立法委员咧关心讲，顶礼拜中国公布针对台湾人26条犹太消息，到底安怎样影响这局总统的大选？国安局区国情局长是讲，中国把咱当作目标，当然一切举动咱拢得要注意。这26条未来敢会左右咱选民的意向，拍算是会渐渐水清鱼现，哪来就看哪明。2020的总统大选就特别到啊！等待后礼拜各政党参选人完成登记，国安局就正式启动总统、副总统参选人的安慰7号特勤慰安工作。不过，因为台湾即马拄好拄着选举的时阵，中国却雄雄来杀对台26条，立委关心这个举动敢是对大选还有慰安产生疑虑。会台26项对我们会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就讲说松懈我们国人对他好像认为我们已经是一体了。针对中国积极要互伫咧中国的40万的台湾人好处，国安局统计，目前超过10万人有领中国的居大证，数量是袂少。立委嘛关心未来敢是对国安或者是人心造成影响。目前为止有没有构成任何的伤害啊？我觉得这隐隐约约的啊，我想都会看得出来，这个会影响到选举或者任何一个政治工作推动。都会影响到啊，这对人心，尤其人心方面。区国前强调讲，互伫中国的台湾民族杀的犹太，目的是为着要互台湾人放心来相信因。立委嘛关心，中国吸收台湾高科技人才意识正当，嘛扩大吸收台湾大学以下的学生。希望公告的单位若是有证据，一定爱严办。经有26条，是不是要更全面的渗透台湾？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他的作为就目的就在这个地方，要普遍。所以以往只有譬如说，大学生。他现在陈福刚委员讲的，已经到了高中生、小学，甚至小学了。对，还有很多民间的这个活动团体。对。若是总统参选人的慰安面顶，国安局表示，未来提供有风刺功能的3A 级防弹衫，和总统参选人甲因牵手强化近身的防护，避免有激进分子的近身攻击。针对立委表示，有消息传出讲有特定参选人可能去互破有毒物质的攻击，区国前强调讲一定会预防，卖甲防卫做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总统大选，青年人这块票要安怎挡？韩国瑜顶日有提起学生贷款免利息，蔡英文总统嘛有讲要大加强补助青年人做头路创业的需要。不过，当有30几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同齐发表一本青年政策的白皮书，佮邀请所有的总统参选人12月初8来因这同学所主办的总统大选青年论坛，当面听少年这言的心声。最近蔡英文和韩国瑜拢释出就学贷款、青少年创业补助等等的议题，不过伫咧少年人的心内，却拢感觉这拢是旧议题。全台湾超过30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代表30万少年人，也有学生的声音，公布青年政策的白皮书，针对落实世代正义、追求永续发展，也有重视多元价值3方面，提出9项政策，希望未来政府会使听到因的声音。透过各个管道。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青年要跟各位说，统独绝对不是假议题，影响主权或者是改变现状的各项对外条约，一定要经过双公投、双机制。青年政策白皮书内容包括主权议题、少子化对策、环境保护、基础正义、教育改革等等。因为最近香港反送中运动，让少年人有国家特别消灭的感觉，所以白皮书内底守护台湾主权这部分，也是真侪人关注的重点。你应该是把我们人民、把我们青年当作头家，应该主动来跟我们寻求所谓的沟通，让选举回归所谓的议题辩论，
政见的讨论这样的民主正轨。2020大选哪力拢伫咧抢少年选票。12月初8，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会伫咧台北举办2020总统大选的青年论坛，制定未来国家的主人5万总统参选人拢会使到场，针对因所提出的青年政策进行讨论，研议出真正符合少年世代需求的青年政策。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过来看立法院有立法委员咧表讲，当咧施工迄则苏澳探花莲苏花公路山区改善计划，有工程人员拢反映，近来董事一直要求因着爱赶工，莫非这是为着总统大选咧做场面？你像讲台北趟宜兰的高铁，但嘛毋免经过可行性的评估安尼。毋过立法院咱交通部林佳龙部长伫遐回答讲，这是行政程序有进步，变了较紧，那安全方面决定是无问题啦。这个月初，总统蔡英文去花莲看苏花改工程，佮一位答应1月初5专线通车。在野党立委批评，接到施工人员投诉，不管是苏花改，或者是南回改善工程，拢去顶台要求专业赶工，即期会有安全问题。承包相关工程的基层人员跟我反映，他说上层在要求在选前一定要赶工，被要求要在明年大选以前完成通车。我们把整个流程弄得更顺，其实该给的工期啊，都务必要给他们，因为这个施工啊，不能够有任何所以林部长就是告诉我说，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无赶工，但是行政流程更较顺，亲像高铁延伸到宜兰，即卖就是看做8亿地铁的代替方案，因为交通部已经做过8亿地铁的可行性评估，迄当时结论是看需要代替方案，认为8亿地铁会有代替财务问题，才以高铁延伸取代。就无需要，可是摆做可行性评估。那目前是在进行综合规划，那后续我们还会提出环评，好，所以外界也在传说这个案子不经过环评，这也是错的。交通部表示，高铁延伸到宜兰，目前进入到综合规划阶段，路线会尽量闪开滨甲美水资源区，外界卖误会。北基地铁甲北基高铁是2个案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顶礼拜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向媒体表讲，有合一党7200几万关价主体，人国讲伊利用特权，甲台肥公司借2成钱落去3天。不过台肥顶日也是讲，有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请示过，得到允准才敢借。早起金管会顾立雄主委说讲，当时还阁查无迄当阵台肥发来请示的公司，若有需要者，嘛会进一步搁再追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关系处向表出敢若是用特权要求台肥借钱2成，引发各界关心。虽然进前台肥不定清，不向金管会请示取得核准，不过早起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佫是强调，无找到任何台肥公司询问的信件。真正的结果是没有找到有任何台肥公司来询问的这样子的一个函件啊。那如果台肥公司是说有，那我想这件事情可能要麻烦台肥公司要先拿出来，哪一年哪1月的公文这样子。所以进一步的状况需要了解，我们再进行了解。虽上台肥是伫顶礼拜表示，韩国瑜要移收厝，这是通案。那迄当时因为政府要拍房地产，关价厝贷款收回7成以上，降到5成，造成真侪买的人无法度负担，才要求台肥借钱。那台肥是上市公司，因为公司借钱牵涉公司法15条。嘛会符合公开发行公司资金财务准则。上市公司如果它的管理阶层真的有违反公司法，如果是这个，是不是重大讯息应该要揭露啊？如果从这个来看，应该是上市归公司的。是啊。那我想我们会先请证交所来做个了解。对于这件证据，台肥早起甲简单表示，迄当时是依照合约内容的细则执行。这不是用资借钱，未来袂去针对这件代志进行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因为中国限制因的国民来台湾自由行佚佗，顶2月日，中国人来台湾行脚到的比例比较逐永年减有5成。不过因为国际情势变迁，世界各国的人民有的本地要去韩国、日本还是香港，今年煞换拢佚佗到对台湾来。尤其日本、韩国迄边来的旅客，有影是增加袂少。
西门町早起都有真侪拄各国来的旅客拖行李伫咧灯卡翕相，有的旅客真认真伫经破手。虽讲今年受到中国限制，中国旅客自由行比去年降低650成，啊，毋过日本、韩国旅客嘛成长真侪。除了中国旅客以外，国际旅客整体成长16%，个月是破70万人。We are going to go Tainan, Tagao, Kaohsiung. Next time. How do you feel this trip? Very nice. Yes. Very good. Taiwan, very good. Fan and Yellow Geopark. It's easy to, the transportation is really good, so it's easy for us to go around. 有旅客学到台湾的交通真方便，后届阁要挑战去中南部旅游。根据观光局统计，今年9月份，中国旅客人数降到116000人，甲去年比起来是降4成6。不过，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旅客个月来台湾的人次破70万人。尤其是日本旅客成长16%，韩国旅客嘛成长到23%。好像9月开始比较少一点，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越南，对这些比较多。日韩的部分就是他们有贸易战，这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大陆我们选举接近大陆都会有这种建设动作。那今年是比较特别，今年是提早，而且动作又加强。观光学者分析，受到7月份日本、韩国贸易战开始，日本、韩国的观光交流受到影响，也有香港抗争的关系，台湾变做东亚旅游的新重点。就算讲选举伫要到啊，中国加强对台旅游的限制，啊，毋过其他国家旅客市场嘛是真值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真侪只日本、韩国的旅客来台湾佚佗。台湾的光景世界轰动，国情原来想到一条40年前的台湾的老歌。迄当阵叶俊麟老师作词，用唱冠线的铁路游台湾。我来讲歌词，互你同齐来趣味一下。见面大声讲台北大车渐渐晓，抬头看见莺歌少，坐在车内一直摇，担忧爱人仔看袂着。莺歌过了到桃园，附近全是客人庄。离开故乡心酸酸，离别爱人仔挂心肠。是啦，叶俊麟老师这条大车调，老福州原主唱，讲吼上车的时阵，一路安尼台北摇啊摇，然后就去到莺歌啊，抬头看见莺歌少。啊，伫车内当然嘛担忧讲。哎呀，我有看，但是阮爱人啊，看无到这个莺歌少。莺歌过了到桃园附近，全是行人、客人庄。游玩渐渐相情，想啊想，想到家己离别爱人啊，挂心肠。实在讲，这条歌是叶俊麟老师采1934年上海电影的主题歌《渔光客》这条电影主题曲原来同款叫做《渔光客》哦。王仁美主唱，甚至真出名的歌手白光原来捌翻唱过，啊改台语词改了真慢的。咱同齐过来听，桃园过落去咧，桃园过去到台中，窗外风景真明朗。想起爱人仔伊笑容，恩爱经过伊难忘。台中开车到彰化，大不顶在八卦山，大不像阮酒孤单。一定了解阮心肝。是啦，英国台湾人坐火车佚佗，人讲坐火车看风景，毋知是咧佚佗，还是真正伫咧出外伫咧无闲。啊，毋过这条大车条，一路安尼伫写，就是写唱冠铁路线沿路的好风光。毋则讲去到台中，窗外风景真明朗。啊，我游玩渐渐相情，毋是想到别项啦。想到甲爱人啊，恩爱经过，意难忘。搁来台中开来到彰化，彰化上较出名就是八卦山，继续甲开落去咧，看到大筆，讲亲像我的心肝受孤单。啊，彰化嘉義一路一直过，过了后，古都台南已經到，心內一時亂糟糟，何時干娘仔會透露？台南坐到高陽港，甲人落車心茫茫。今日双人分西东，日后望娘仔相疼痛。内底一句歌词，就是写书无的人，写放浪人生，写淡水无色。这个叶俊麟老师
写歌词枪在咧用的，讲干娘啊会透漏，就是讲有头有尾啦。坐伫咧车顶，实在心内不时也有心事，也咧想所爱迄个阿娘啊。阿公确实有影，心内若有事，就无法度好好啊佚佗。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这两个员工，本身也是工会干部，顶阵啊，因就去学校开除解雇。啊，高教工会这边就安尼向劳动部申请裁决，结果当劳动部是裁定讲解雇无效，两个员工的膝头，学校这边就要共复原。这也是台湾的高等教育有史以来头一站，劳动部裁决学校开除无效的案例，咱同齐来关心一下。受到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下令石头路的翟正熙甲李婉淑、李律师甲学者的陪同之下，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工会胜利。身为工会干部的因，今年6月28号发出电子邮件，要调查工会会员对教育长柯慧芳的施政周年满意度。结果3点钟以后，就接到从石头路的通知，影响劳动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提出裁决申请，最后裁定的结果是劳方间石头路无效。不只是平反2位老师，也要让整个文大的工会能够继续的来做团结跟组织哦，这个是裁决会这一次最主要的意志。协助律师表示，裁定的结果嘛指出，应该让2个人恢复工作。文大推广教育部警告工会，袂当使用电子邮件来进行工会活动，嘛违法妨碍、限制工会活动。这个裁定结果嘛，让2个人准备21月13号重新登记工作。裁决的决定书来清楚认证，许慧峰，你阻挠工会活动，你侵害员工的会员的工作权，你是违法行为。我们要他汲取教训，永志不忘。劳工不是可以随便被欺负的，霸权是必须被唾弃的。对此，文大嘛发出新闻稿说明，校方依然会当依法提出行政甲民事诉讼，相信司法最后会做出公正的裁判。校方嘛已经通知2个员工来回应，这是暂时性的措施。最后是毋是双方存在雇佣的关系，爱搁等待以后民事诉讼才来确定。记者林俊明、曾志成台北报道。咱换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空气甲排水污染的问题。当有立法委员特别去到发电厂的现场了解详细。立法委员就批评讲，台电这边到底要开几座基台落去放，空气污染才通改善，是全拢要咧甲地方搭合。啊，针对今年中部用电这站问题，现场台中市的副市长甲市议员嘛拢有徛起来批评台电。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甲中火来考察，检卫4城市电也无共识。台电中部电力不足的问题，要由其他电厂来支援的讲法，和台中市副市长杨强英生气啊！每次来到恐吓我们台中人。那个是中部地区，不是台中市，不要蒙我们。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委陈超平就提醒，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应该讲清楚、讲明白。台中市立委辛智慧表示，明年检煤4城是袂用拍折。台电认为你以前核准我的量，因为我核准的量是减4成的生煤，而台中市政府是你一开始使用的量并没那么多，以那使用来减4成，所以这中间有一段的距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委陈超平就提醒，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应该讲清楚、讲明白。台中市立委辛智慧表示，明年检煤4城是袂用拍折。对这个问题，台电发言人徐兆华表示，检煤4城机电会继续甲地方来沟通。你要用哪个当做基准？我就觉得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来协商。这5年减的500万公吨的煤量来看，其实今年就将近大概300万公吨了。那其实这个部分不仅是台电的自主减煤。当然，我们也配合台中。上午，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来考察，需要由经济部、立委、台中市议员甲台电面对面来沟通。不过，看法无同款的所在，依然是无共识。台中市副市长杨强英是坚持，检煤4城的最后基点是袂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这边是台电咧，互地方还嫌。咱来看花莲是警察咧，互民众不满。花莲的秀林乡，当有民众因为食酒塞车，去互警方处理。买手有找议员去警察局关心，结果这个议员却伫咧网络写讲，警察爱检讨处地的手法，但嘛引起网络顶头真侪人咧议论，一人讲一片理。
为着要表达警方用对伫后壁的方式来掠啉酒赛车这件代志不满，花莲县议员陈文兴带乡代表，还有船长甲民众去秀林分所真正关心。这个村民根本都唔知道到底是去互向军中，当然嘛是会走。若是发生意外是要安怎？因追车造成无论是民众或者是远警伤亡的情况，那希望能跟警方沟通。然后若是单纯的违规或是拒检，那可以改用科技执法的方式来禁举开单，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警方表示，最近伫咧秀林乡连续有2个民众啉酒赛车去互掠，一个是因为伫咧赛车的时阵使用手机去互警方查落，发现讲有酒味；另外一个是翘倒摆驶来驶去去互查，经过酒测了拢有反应，当场开单，绝对无对伫后壁来掠人。本分局呢也妥适的向议员说明，我们远警取缔，并没有追车或者是不服比例原则来执法。因为这个议员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面顶铺文，结果引起各种无共意见。支持议员的民众认为警方无论敢有食酒，拢查落来根本是狡辩；反对民众是认为啉酒赛车就是唔对。我觉得酒驾本来就是不对的，而且更何况是在部落或是大马路或是市区。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他的告示牌也要放得比较明显一点，相对可以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安全，然后民众也可以注意到。因为秀林乡2013年就捌发生过警方因为掠啉酒赛车，去互民代带暴露民众包围派出所的代志。地方团讲，若是经产业道路，都袂去互掠。对这个代志，警方表示绝对无甲向达成共识，惊任何的车路拢会依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一国3礼拜前，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互人民谣言讲有造票。结果，美洲国家组织这个国际团体提出报告，讲有6个证据，确实有影做手。玻利维亚总统嘛同意讲选举停办，不过反对派甲军方当时已经拢无徛在共阵了。最后掌权将近14年，这个总统将其尾只有是宣布辞职落台。Estamos renunciando, estoy renunciando, justamente para que mis hermanas y hermanos, dirigentes, autoridades del movimiento socialismo, no sean hostigados, perseguidos, amenazados. Lamento mucho. 因为选举舞弊电视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里斯，随即伫电视演讲宣布要辞职，副总统也个参议院议长也最近下台。消息传出了。受到拉巴斯的街头有出现大批反对镇压支持者伫咧庆祝。Creo que todo el pueblo de Bolivia se siente feliz. Hemos tumbado un dictador, hemos acabado con un régimen de terror. Hoy en día estamos felices, pero esto no puede terminar aquí. 莫拉里斯的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统梅萨推文恶露民众和平反抗的英勇行为，讲玻利维亚人和全世界上了一课。明仔载，玻利维亚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而古巴委内瑞拉的国家领袖，一个巴西左派领导人前总统卢拉等人，是出面谴责讲这是一场政变。负责监督这场选举的美洲国家组织，伫随即公开讲，因发现这场选举互人操控的证据，选举结果应该废除无效。国内外压力增加，国家上几多位伊的政党的伙伴，以反对党群众威胁因厝内人的人身安全为理由，连续请辞。当了3礼拜坚持歪提莫拉里斯态度总算放软，讲会重新举行大选。验过几点证据了，军方高层是出面讲，安尼是也阁无够，讲为着国家的和平甲稳定设想，莫拉里斯爱下台。另外，伫选举过程一直拢配合当局的最高选举法庭的议长玛利亚乔克，伫美洲国家组织的报告出来了后，也宣布请辞。要连同其他的37名官员被警方以违背选举法为理由逮捕。另外，还有20位的官员甲议员要入去墨西哥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墨西哥的法长艾伯拉特推文讲，若莫拉里斯提出要求，墨西哥愿意收留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俄罗斯这个国家内底有一间创立将近300档的圣彼得堡大学，竟然发生有学者杀人分尸的案件。一个今年63岁、历史学院内底真出名的教授，甲伊今年24岁的查某学生，两个是当咧行，结果却因为感情起风波，竟然错手甲查某学生杀死。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索科洛夫的律师讲，索科洛夫已经向警方承认伊杀人，也强调
索科洛夫伫咧犯案的时阵，个人压力正大，情绪正激动。警方伫咧索科洛夫徛家附近的这条莫伊卡河，发现被分解的尸体。索科洛夫是伫咧想要把尸体弹掉的时阵，因为啉了伤过水，跋在河内面。救援人员甲救起了，发现伊的牌仔内面有互人分解的手，就赶紧报案。尾仔警方伫咧伊厝内找到一个女性的尸体，有一寡已经被分解。根据索科洛夫的证词，死者是伊24岁学生叶申科，两人是情人的关系，伫冤家时阵失手甲对方抬死。根据地方媒体报道，伊打算甲尸体处理好了后，加坐拿破仑到圣彼得堡的地标彼得保罗要塞家己自杀。伫杀人案被报道出来了，不互伊教过学生，形容伊的脾气其实是真奇怪。Очень часто дает волю эмоциям. Не особо следит за своими манерами. Более половины курса ушло на пересдачу, потому что кто-то как раз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сомневался в качествах Наполеона как военного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еятеля, кто-то еще по каким-то причинам. 索科洛夫是拿破仑的专家，也甲俄罗斯的官方交情真好。伊捌担任过几多部电影的历史顾问，也搁伫咧拿破仑战争历史重建活动中演出。伊捌伫咧2003年迄办法国的英国军团勋章。也办是里昂社会科学、经济加政治学院的成员。英国学院已经伫咧9号宣布甲索科洛夫除名。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看，因为伫咧法国参加铁人3项的比赛，得到世界冠军，啊头壳顶佫戴一顶保严顺德奖的帽仔运动选手加斯塔伊顿，昨来中华体田中的马拉松开场，带头走大胜。佮兼斗宣传中华县的农产品，但王惠美县长嘛特别颁一张英语冠名的证书，互加斯塔伊顿当作留念。地上总破赛的帽仔，挪威级别3铁世界冠军伊登，甲中华县长王惠美做伙做料理，做伙行销中华的农特产品。这届伊登来台的第3天行程，除了变做农特产品的代言人，中华县长也甲特别颁发英语冠名的证书给伊登。为了一顶帽子，然后跟彰化节的这个缘，那这3天来，我们彰化人，我们这个台湾人的热情啊，他真的也感受到哦。那他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地方。那像我们早上带他去看扇形车库，他也觉得哦非常的神奇哦。王惠美表示，伊登因为戴着保严顺德奖的帽仔，旗下法国尼斯的3铁世界冠军，和顺德奖怎安尼出名？官府嘛顺利邀请到伊登来中华参观访问，伊登嘛成为中华县上好的行销大使。伊登表示，伊感觉台湾人相当的热情，嘛真有活力，伊非常的介意。特别是参加田中马拉松的时阵，看到袂少人用心打扮，而且补给站出现凉鞋，嘛，互伊惊一地。伊讲明年东京奥运了后，会搁转来拜访，期待看到台湾更较侪无共款的文化。记者张华综合报道。运动顾健康，咱嘛来关心以下方面上新的消息。猎户山的癌症是国民10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6名。敢若去年就有1300几人因为这款症头不幸来过往。但国家卫生研究院发现讲，有一款天然的成分或者 CAPE 甲吡酸苯一酯，会当压制猎户山的癌细胞，这也是全世界头一摆有人发现上界新的进展哦。前列腺癌，伊个叫做猎户腺癌，是国内男性定看癌症。过去治疗方法采用手术、电烧，或者是荷尔蒙的治疗。不过癌细胞伫2-3年内，可以复发或者转移。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前研究发现，只要用一种天然分子加吡酸苯一酯，又个叫做 CAP， 对当有效的抑制癌细胞复发甲转移。雄激素如果是一个棒球，你受体是一个手套，你棒球都是要手套接住才有用。结果你受体被分解掉，那你球丢出去没有人接，它就没有办法产生下一步作用。国卫院研究团队表示，前列腺癌的复发甲转移，主要是外靠雄性激素受体进行传送。
研究发现 ，CAP 是种庞大萃出物会当有效的抑制雄激素的零生化，和雄激素受体彻底分解，去阻断细胞形态，将细胞活化，以产生抗药性。伫鸟切实验已经证实，会当有效的抑制癌细胞成长。喂食开始6到8周就可以产生效果，那换算成人的话，大概也要乘上6倍，所以大概是40到50周，也就是大概是1年内应该可以看得到预期的效果。另外，研究嘛发现，叶后线诊断甲相性秃头，拢甲雄激素受体甲雄激素有关系。若是用 CAP 来改善这问题，研究团队未来希望争取经费，建立人体试验，好更多患者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固定的古迹台南山上古水路的博物馆，近来开幕了后，嘛妨注意到讲馆边一簇罗汉像，其中有一丛跨峰超过2米，就要3人揽，拍算是台南市县部上界大丛的罗汉像。就连花草的专家嘛讲，确实有影是真罕见。台南水道园区内底有30多丛的罗汉像，有的树啊爱一个大人手舔开才摸会掉，其中一丛阁爱3闪，伊树身的直径超过2米，初步估计树龄得100年。这么大丛的罗汉像，连园艺专家嘛惊一条。那一般生长的那个海拔都是在比较低海拔平地啊，都可以常常看到。我这一辈子看到的罗汉松最大，也不过是2个人合抱，而且是在日本看过的。所以在这个园区看到的罗汉松应该是很稀少的。专家讲，这丛罗汉像是伊目前伫国内平地看过上大丛的罗汉像。伊捌伫日本看过差不多大细的罗汉像，迄当阵开价就1亿日票。若是安尼算起来，这丛罗汉像应该非常值钱。以价钱来讲很难讲啦，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它是非常稀少的，那价位应该是相当高。如果市面上有3个人抱的罗汉松啊，那价值应该是可能都是1000万以上的价值。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园区，除了有古迹甲珍贵的净水设施以外，嘛因为较早是水源地无对外开放，所以保留非常完整的植物生态。除了罗汉像以外，园区内底树啊拢真大丛，文化局嘛已经委托专业单位进行调查。未来嘛规划环境教育学堂，有非常多元而且丰富的树种。那也希望说，日后可以跟社区或者是其他大学做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开设类似像环境课程这样子的生态课程。水道博物馆对今年10月初10开放到即马，已经超过23万人次来过。即马佫发现园区内底有珍贵的树群，园区内底到底佫有偌济生态保障，等待民众家己去发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森林北港，毋但妈祖庙真出名，妈祖庙4khu位遐嘛有真有特色的店头。有一间咧做红菇粿的店家已经传到第4代，因一直坚持用在地的原料，佮有传统的手路咧制作红菇粿，咱嘛同齐来品芳一下。森林北港镇毋但朝天宫香火正旺，名声烫世界，妈祖庙4khu位啊，佮有真有特色的路店。伫庙的后壁边有一间红菇粿店，头家已经传到第4代，会当经营甲遐尼久长，是因为头家用地方的农产品做原料，坚持用古法做红菇粿。我们用的是在地的花生，然后它比较香，还比较味道比较浓郁，那米的话也是用我们台湾的米，对，那做起来、吃起来的口感比较 Q， 比较软 Q， 不会很快就硬掉。上无有100年历史的路店经营到今，也是用较早的红菇仔无做过，因为较早店内卡手较济，有通做真侪口味特殊的产品。当时一款菜包，互即马当代的头家有真深的印象。后来，伊就家己研究，希望把这个古早味找倒转来，甲人客分享。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比如说中间有一个断层在。像我奶奶那时候有做菜包，现在又多了一些，比如说新的素食菜包，然后还有小麻糬这种东西。那讲到红菇粿，大家拢会想讲拜拜的时才用会着，其实伊嘛有法度做点心。第4代头家认真研究，用心开发红菇粿，袂伤甜，袂伤油，有营健康。后回若有来北港朝天宫拜拜，会当来遮食古早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森林斗六的龙潭社区，专工带规定人去到北港参观以传统剪纸艺术拍出名声北溪社区。
了解讲好尾北溪这边经营庄头的用心，嘛参观栽庄重要的农作物，双方面互相交流讲推动社区再造这款工课过程。如果你也是要带某的时阵，还是讲即摆要交男女朋友的时阵，紧来看。红砖仔壁顶看过去，12生锈的剪纸艺术，大北搁城人北，婚林好尾北溪社区的导览员，带斗六龙潭社区的居民，熟悉当地龙安宫石窟里啊，几若百户客家，融入当地食食，也有宗教的剪纸文化。人这艺术摆了真水。三类导览员紹介北溪社區的重要產物環美，亞洲大學也有好尾科技大學的老師甲學生，甲當地的居民合作，推動農村再生，甲環美變做是一隻又閣一隻活跳跳的飛蛾。暗時啊，是唔去捕魚，對吧？啊，迄種就是叫飛魚。很有創意性啊，對，蠻有故事的。哎呀，就是這樣子啊，他既然能把那個玉米當成飛魚在講啊。過來龍潭社區，來到北溪社區的頂清食堂行達，和時大人開講，也了解因經營社區故事，也有特色的方法。之間看到人客來啊，大家就攏笑甲嘴啊利西西。來較好啦，較熱鬧啦，較熱鬧啦，裝的較熱鬧啦。係啊，你社區算講有人來吼，來行大家偌好咧。不管你來佚佗的時陣，會使講體驗到感覺咱社區北溪社區的溫度。透過社區交流，龍潭社區的居民真有收穫以外，做主人家的北溪社區也真歡喜。另外，隔壁去人的所在行達佚佗，互相交流，為地方打拼。記者綜合報道。咱來看屏東萬丹石上村，這一片古早厝或者陳氏的洋樓，高達歷史90棟咯。本地是已經遠佇咧遐，無啥人行腳到。毋過加在陳家下底啊，用心整理甲復原。但是又搁變做莊仔內，大家行搭出入的好所在。屏東萬丹鄉石上村的單色洋樓，裝修了後變甲真有氣勢。這棟番仔樓是用紅磚仔起的兩層樓，高達大概有90年的歷史。主體是中央的西式洋樓，兩邊閣加做中式基礎建築，頂面寫大和2字，表示早前這是陳家經營10歲大賣店頭。啊！那二樓用紅磚仔貼的二世湯嘛真有意思。人啊講恁這厝夠水的，你感覺安怎？歡喜啊！我那做的時陣去的，1年多以前啦。剛好只能說是前面的哈，一寡周邊的綠化工程，甲裡面本身古厝的迄個整修工程。但將因為做生意有趁錢，所以佇日治時期昭和4年起這間番仔樓。毋過，因為番仔樓歷史真久，真濟所在攏舊去。加在伊的干仔孫陳武聰出錢翻厝，互即棟見證歷史發展的老厝，通繼續保存落來。啊，即個大河大埕對阮細漢的時陣的記憶吼，啊，所以為咧，啊，就佇莊內放送講，下午7點半要來大河大埕做布袋戲，吼，啊，阮就食飯飽，身軀洗洗就趕緊莊內。單色洋樓頭前的埕，應該是莊仔頭辦活動的所在。番仔樓翻好了後，互真濟萬丹的鄉親閣想起做囡仔時的記憶。陳家的人嘛感覺真歡喜，因也希望這巴洛克風格的單色洋樓會當成做社區的新光點。記者綜合報道。文化新眼界，咱來看一個藝術家楊樹嘅先生，因為細漢時環境較艱難，本地心內不時佇咧感慨昏天怨地。結果就是去參加雲門舞集這個表演團體主辦的流浪者計劃。伊去到中國陝西省，看到一個日子雖然歹過，剪紙的手藝甲剪出來的內容，同款是真溫暖，閣真光明，而且來改變人生觀。下暗9點，台灣新眼界節目要招恁來聽楊樹藝講伊投入藝術的過程。為人設想，互人有興趣的感覺，這是楊樹藝作品的理念。在對話當中充滿正面的能量，但是楊樹藝細漢的成長過程，對伊來講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單純咱的生活環境較袂曉好，有10年的時間，我嘛是住咧別人的厝內啊。啊嘛定定去互拍去互罵，所以我會變啊足自卑的。因為成長背景和楊樹藝的心內無好過，對家庭的不滿嘛反映佇伊大學時期的作品。我無朋友嘛，翕的物件攏足孤單，啊嘛有一寡敢若對成長過程的控訴啊，講哇恁互我足艱苦的安尼，所以攏會顯現起遐的迄個
迄个时段的作品内底啊，所以拢是较黑白、较黑暗的，较艰苦的，甚至有淡薄悲伤。杨书记努力想要突破家己的心魔，甲妈妈的关系嘛开始有变化。所以我拢甲伊讲，我讲咱有艰苦，虽然艰苦吼，啊，毋过你即马你爱用欢喜心去对待别人，啊，对待即个社会安尼，吼，啊，你要做，才会做了较会轻松安尼，嘿。我讲爱拢爱点笑容，袂使结臭面，安尼吼咧做。伊嘛甲我问我妈妈，啊你逐工安尼，逐工做啊遮辛苦，安那会笑会出？我爱笑较有力啦，无笑就无力通去做啊。将妈妈交代话藏伫心肝底，拄着困难、拄着打击，拢爱转念，用欢喜心来面对，用笑容来快乐过生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今仔日是11月11日，也是中国网络买卖产品的大公司阿里巴巴照地发挥举办网络购物节的第11档。活动伫咧昨暗透明饭店正式就开始，敢若经过1分36秒，成交的金额就超过人民币100亿了。2019天猫收集全球访问节已经正式启动。阿里巴巴天鸟双11全球购物节11号的饭店正式开始。敢若用1分36秒，成交额就破人民币100亿，比较去年2分5秒的记录搁较紧。去年一日成交额超过2135亿的人民币，相当就是308亿的美金，也创下上悬的纪录。今年目标是要挑战2500亿的人民币，因为今年是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无做董事长了后头一摆双11，外界嘛拢真关心，到底会拼出什么款的成绩？来看英国已经过往的歌手 George Michael 在生时有做一条曲，这礼拜因为一支新电影去年的圣诞节发表，大家才会听到。啊，这出电影配合故事的进展，嘛通听到15条 George Michael 的代表作，咱来看卖。Just wasn't thinking of the day that you looked at him and said I do。英国的广播电台伫咧吹节抢先放送 George Michael 的新歌，这首歌曲曲调柔和，又有一个放克的风格，名叫做《我俾你振作起来》，是伫2015年完成最后录制。不因为精神疾病正痛苦的 George Michael， 因考试必调透过歌词，讲父母是安怎甲因上歹的习惯传予后一代，也有伊是安怎正努力的好好啊活落去。顶一个世纪80年代，以混合唱团主唱出道的 George Michael， 一直拢是全世界音乐市场卖了上好的歌手之一。Last Christmas 这首经典的歌曲，若到圣诞节，四季拢会当听到。2016年圣诞节这天传出伊过身的消息，互人真唔甘。Cheers, everyone! Have a great Christmas. 年底圣诞节，这首长6分钟的单曲，将会以片尾曲的方式完整出现伫咧女星艾玛·汤姆森所写的电影《去年圣诞节》内面。汤姆森甲 George Michael 私底下交情真好。2013年，汤姆森向 Michael 提出想要用伊的歌串联一部电影的想法，就得到伊的同意。George Michael is ripe for rediscovery with a younger generation. I would love to be part of introducing a new audience to his songs. There's an old audience which we might be part of that adore his songs anyway. But wouldn't it be great if they watch this movie and they go back and buy 5 of his albums?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last Christmas, I was really sick and almost died. Save me from tears. I don't tell people because they get weird.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But I don't think you'll get weird. 对于华人观众来讲，这部电影也代表亲切感。香港亚洲复合电影内面，演母仔囝的港星杨紫琼，加台湾竞赛亨利高丁再度港台，
编剧汤姆森也因女主角出身东欧的母亲，多元文化也反映出伦敦这个国际大都会多元化风貌。记者综合报道。听到圣诞节的歌，咱就知影讲冬天有影行脚到咯。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气温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7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2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20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